197首，197首哈，荣耀都归你啊！这条歌是华语的哈。好，197首。咱来到主的面前，咱来甲主讲哈利路亚，阿拉咱的上帝。哈利路亚，荣耀归宝座呀，哈利路亚，荣耀都归你，荣耀都归你。真神，我一生都要来敬拜你。哈利路亚，我的口，我的口，我全心，我全人都要敬拜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荣耀归宝座羔羊。哈利路亚，荣耀都归你，荣耀都归你真神，我一生都要来敬拜你。哈利路亚，我的手，我的口，我全心，我全人都要敬拜你。副歌，哈利路亚，我一生都要来敬拜你。197首。哈利路亚，我的手，我的口，我全心，我全人都要敬拜你。我们再次对主说，我一生都要来敬拜他，我一生都要来敬拜你。哈利路亚，我的手，我的口，我全心，我全人都要敬拜你。我们看左手边195首。我们在神的面前，不仅是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宝座上的羔羊耶稣基督，我们更要对主说：耶稣，我爱你。我们一生都要爱他，一生的福分，最大福分就是耶稣爱你，让我们得着这份救恩，就是耶稣爱我们。好，这嘛是华语的哈。耶稣爱你，耶稣爱你，在你生命中最大的福分就是耶稣永远爱你，耶稣救你，耶稣救你，耶稣救你，在你生命中最大的福分就是耶稣他能救你，救你脱离罪和权势，
你进入光明国度。哦，耶稣爱你，他能救你，耶稣永远救你，救你脱离罪恶权势，救你脱离罪恶权势，带你进入光明国度。哦，耶稣爱你，他能救你，耶稣永远爱你。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谢谢你让我们领受这份救恩，因为耶稣救我们，爱我们，让我们得到这份救恩，能够成为一个得救的子女。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呼召我们成为你的儿女百姓，我们更要在你面前相信，我们一生当中生命最大的福分，无论遇到任何的困难、灾难或者是战争，我们的遇到的惶恐，我们都恳求神赐给我们一颗平安的心，也帮助我们，让我们时常为这些在灾难当中、在战争当中的居民，不管是以色列人，还有巴基斯坦人，或者是苏联或乌克兰人，每一个在患难当中的主你的儿女跟百姓，恳求神都亲自来拯救他们的生命，帮助他们在危难当中倚靠神，得蒙神的救恩，也让他们得着生命的平安。耶稣，我们都不是在患难当中经历到像他们一样那样子的痛苦，但我们恳求神听我们的祷告，恳求神再一次安慰他们的心，无论是他们失去家人生命的痛苦，或者是在他们生命当中正在经历的苦难，我们都恳求神怜悯他们，怜悯人的软弱，怜悯国家的领导者，让他们所做的每一项决定都能够好好的爱他们的国家的子民。恳求神再次听我们的祷告，再次将我们以下时间交托仰望神，向主你献上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好，大家平安。好，我们看到现在的国际情势哈，我们要放更多的祷告。好，我们要为这些在战争当中的居民来祷告，因为我们不晓得我们的生命能够走到什么样子的路程，国家还有我们前面的道路如何，但是我们一定要透过更多的祷告来为彼此祝福。那特别在我们今天我们所看的圣经节我们所看的范围啦哈，我们要一起来看第19页。好，我们进入第4个重点哈。第4个重点就是我们要如何我们现在在谈的都是属于对新家人的，我看一下哦。好，我们现在看的都是属于我们是看的是关怀和爱心是落户与否的关键。好，也就是说，我们之前我们花了好几个礼拜都在探讨是新家人他的需要，或者是说新家人他们没办法留下来的原因。好，甚至我们要了解他们的特征。那我们今天我们要特别去观看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叫做关怀和爱心是帮助人能够落户，就是说他能够在教会里面能够定居落户跟着定居然后那它的落户与否的关键所以牧师期待你们都能够好好的学起来。那你们一定要先把你们的那些限制，或者是不理解的、不了解的，都先把它放下，因为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人家真正去用过，真的能够帮助新家人在教会当中能够好好落户的方法。第一个就是以亲笔信函感谢你与他的见面。好，我再讲一次用亲笔信函感谢你与他的见面。好，我再讲一次很多时候我们遇到新朋友我们会不会，我们现在都是用 LINE 我们会不会去说很高兴见到你，就是说他礼拜天来了之后，我们小组会不会有这种互动这个很关键
牧师现在在观察我们现在的小组哈，我觉得可能要加强的是我们的社青小组，因为社青小组牧师已经很长久都没有看到这个小组群组有没有在聊啊，是没有讯息的，没有讯息哦，没有讯息是一种灾难哦。为什么是一种灾难？意思就是说，大家人关这都要出家己咧，把给哎是不好的。黑的讲，我们教会哈，因为一间教会里面是幼童，接下来就是社青，对不对？然后年轻人社青嘛。那我们现在其实青少年，我们其实都青少年工作已经有在做，那幼童也有在做。但是实际上，我们教会的社青哦，牧师观察到，我在看 LINE， 实际上是完全没有任何的，没有带导，没有问候，然后甚至而且这部分是 zero 的哦，已经甚至没有在 say hello 的哦。那至少我看到其他有些小组，至少你还会传哦，传说什么好的影片啊，哦，至少还有一点交流。对，我跟你讲，较早我当下咧用这个物件的时阵哈，我觉得这个关键在于里面的人怎么用了。其实你看我们的现在 LINE 群组在用，以前一开始是谁开始用的？是牧师带大家的，对不对？一开始大家，我说，大家要回应啊，回复啊，我们先从长职开始嘛，对不对？可是现在大家都很熟悉啦，大家可能你们自己的群组就好几个群组了，对不对？而且这些群组不需要我再教你，因为环境已经让大家使然。所以呢，我们现在要讲的就是说，第一点哦，亲笔信函现在可能没有在写亲笔信函，写写批啦。但是我会记得较早吼，还没有网络手机的时阵吼，咱较早的人在传讯息，拢是飞鸽传书啦，对吧？那种写批啦，不管是暧昧的哈，欣赏的对象、喜欢的人，我们都是用写信。我到现在国小哈、国中、高中哈，那个欣赏的对象，我那个信我都还留着哦。人家写给我，都还用箱子把它装起来哦，很有趣。因为那些我可以看到自己过去怎么练笔记呀，现在年轻人没有哦。你去看现在年轻人哦，他们都用打的，可是你看他们写字哦，潦草，然后他们没有像毛长老哦，他写的字非常漂亮，在草书当中做工整哎，真的，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哦，会打电动的人，不是打电动，打电脑键盘的年轻人哦，我觉得我们要好好学习怎么用亲笔信函。所以其实我记得牧师在以前在带青少年的时候啊，我曾经做过一件事情，就是那个时候大家都还没有手机，网络也还没有每一个年轻人都有手机，所以那时候我那时候办活动，我怎么做呢？就是我去印制那种卡片哈，然后每一张哦，每一个来的青少年他的家长，我都是用写字的哦，然后我都写一段我自己认为这个孩子他需要什么圣经节，然后我是用写圣经节的经文，亲笔写，后面写一个耶稣爱你，然后写上我的名字。当我写完的时候，我就为这些卡片，然后祝福祷告，因为他即将要送给每一个人。你知道，每一个人收到之后，他们的心是非常非常的感动。从此以后，那个对象就是说那个关怀的青少年的家长，他就会非常看重你这个辅导，你怎么在做关怀的工作。所以我只是做个比喻，也就是说，当我们新朋友其实我觉得牧师蛮鼓励各位不管你字好不好看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回复一下可以多多利用这个亲笔写字因为现在好像网络大家都很习惯了，你会发现传讯息大家人看都不会看了，你有没有发现？可是我告诉你那个文字，这个叫文字事工啊，每一档无迄个公报社文字事工公报社来的是咧做文字事工的报告，咱咧奉献的是咧奉献公报社。他们在做的叫做文字事工，文字事工就是透过字，让人可以看得见的字，然后帮助人可以拿到这个单张，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会用网络、用手机，所以呢，文字事工是很重要的。所以为什么牧师会鼓励教会弟兄姐妹要写见证？因为见证是透过周报把它刊出来，它会存档，而且它会让人可以直接看得见。然后随时那一张纸，你不要小看那一张故事书、故事集
那个见证故事集它放着，有一天你要想象说，那个有一天你只要把它分享出去，有些人他就会因为这篇故事而得到祝福。所以我们要去尝试在小组里面邀请弟兄姐妹去写见证。那我们要邀请他们写见证，怎么写？一定他们会认为他没办法写字啊。好，那牧师时常讲的怎么做？录音。所以你们就回去要试着用你们的手机，怎么打开那个语音备忘录。好，语音备忘录在手机里面的应用程式名称就叫做语音备忘录，或者是录音机，就这样，这几个名词你们可以把它记下来。然后呢，你们把它录下来，请那个弟兄姐妹就把它传给你，用 LINE 传给你。然后传完以后，我们就传给子安，子安就帮他打出来。打完之后，牧师就帮弟兄姐妹校稿，然后牧师就会帮他用委婉一点，甚至比较有一些我会了解他的原意，然后稍微再把它修正一下，然后再带给我们的弟兄姐妹，让他再 review 一下，再看一下，然后我们再 po 出来。所以其实我们在做这个工作是很有意义的哦。好，所以牧师在说的就是说，亲笔信函感谢你与他的见面，这在代表什么？就是你要把握住跟这个人见面的那个最好的时光。这个东西如果我们没有做到，我告诉各位真的，即使你有再好的信仰背景、福音你要带给他，他都没有来都没有用了啦，没机会啊啦，了解我的意思啊。所以第一点，这个还蛮有用的大家可以学起来，用亲笔信函感谢你与他的见面，这个很重要。所以牧师鼓励各位假如我们的小组有新朋友来，青少年小朋友也都一样，牧师鼓励每一位辅导、每一位领袖，你们一定可以的话，去买张卡片，真的试看看，写张卡片，然后祝福这个孩子，祝福这个家长，祝福这个青少年。这个孩子他会把这张卡片当作是宝贝，他会把你的话记在心里面，比你跟他讲了一大堆话还要来得有用。这个很有意思好，第二个，我们要询问他的什么代祷事项，并为他做什么做代祷我们要怎么样帮助、关怀和爱心来让新家人落户？帮助新家人落户，19页，第19页第19页，起码20页嘿，我们要帮助他。就是我们要问他有没有什么代祷事项。我要告诉你每一个新朋友来到我们当中我觉得不是问他了解他的家庭重要了，我觉得是他现在遇到什么问题困难是我们需要为他代祷的了。所以我记得在我们的弟兄姐妹只要新朋友，我会除了去了解当下，我会试着去快速了解他的稍微的背景。但是如果我一发现这个弟兄姐妹、这个家人朋友，他好像还不愿意跟我敞开倾听，讲太多事情的时候，我会马上进入一个叫做代祷关怀，就说例如主要上面外当为例就好了，祝福祷告。因为其实每一个来到我们当中，他都希望得到他问题的解决，所以这个代祷很重要，代祷事项非常重要。我们今天要一起来看圣经里面怎么教导我们，为什么代祷何等的重要。好，我们一起来看一段圣经节我们看第20页，第20页，询问他人的代祷事项，并为他代祷、代求你可以说代祷或代求。第一段圣经节在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第2章第1节到第3节。那个小丁儿，你来坐这好吧？你帮那个恩德，你可能看无。谢谢。提摩太前书第2章，我们看第1节到第3节。
对，提摩太前书第2章第1节到第3节。第2章第1节到第3节。好，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上帝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哇，保罗他特别在提摩太前书，你看这里他写的书信就说了，我劝你第一个要为万人恳求。其实我觉得很多人会祷告，大部分求的大部分很多事情都是为了自己比较多可是我们基督徒却很少在为普世的价值观在祷告，特别是现在你看最近我们知道以色列跟这个巴勒斯坦这个震惊从苏联跟乌克兰打到那么久了，你看大家已经好像都习惯了。你看那个祷告的声音，祷告的感受，已经慢慢好像淡忘的感觉。所以那就代表什么？我们其实祷告很少在为别人祷告。但是保罗他其实教导我们说，我劝你第一个要为万人祷告、代求、祝谢。第二个他说要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这几项爱为领袖啦，国家的领袖啦。你看所有的战争，敢不是拢对这领袖开始的？拢是啊。包括你看今麦我最近就在想想讲今麦这战争今麦来，你看今麦咱的国家的总统的候选人开始就讲，你看今麦这战争这恐怖拢有可能会产生这种的议题出来我拢认为这种绝对有可能。但是我感觉咱基督徒，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我们不是要去做什么做批判，而是要做更多的祷告。所以我也在想我们的教会有没有在为牧师祷告？可是你哪个看咱的敬拜的中间拢无咧为牧师，迄天的牧师的讲道祈祷很少对了，我的意思是讲应该是说牧师蛮鼓励我们接下来，包含我们的敬拜带领敬拜，包含我们自己在咱的私会祈祷咱拢爱常常为着咱的迄天的主理者牧师祈祷。其实圣经咧讲的就是安尼啦，就是讲这个咱爱用上帝原则，照着上帝伊的恩典、伊的赏赐，伊要安怎样管理的这个世界，咱来做一个好的管家嘛。所以咱伫你国家的时阵，咱毋是干那为着咱家己的平安，咱爱时常为着国家的领袖祈祷。你无论你支持什么政党，你嘛着爱为着你的政党的领袖祈祷啊。所以有的基督徒当然有分哪的嘛有分裂的，但是我偏偏我拢咧看，迄支持是倒一党的我咧看讲你安怎咧为着你的政党的领袖咧祈祷，你安怎咧看待国家？迄若无够中立的无够有理性的，我拢感觉迄种的祈祷拢感觉足私心的我感觉迄拢毋好迄拢毋好。所以我感觉为着领袖祈祷足重要。因为其实我牧师嘛感觉讲，上帝拢会疼惜台湾啦今日人换什么政党上帝自然有伊管理的方法。真正拢对台湾都有好处。上重要是咱真正爱好好为着台湾祈祷，嘛为着咱这个国际社会。因为咱即摆看新闻媒体，迄足侪人的性命是几秒钟，你来看，迄有人就咧死死啦。咱是伫遮足享受的呢，唱着冷气看着圣经敢若讲的讲爱祈祷咱是安尼尔呢。但是其实我感觉讲咱大桥教会真正欠缺祈祷会，咱教会真正无祈祷会第一牧师毋是讲无要办祈祷会。是祈祷第一项爱是有啥呢？有音乐呢。我觉得音乐同工很重要。牧师一直在祷告，这没有音乐同工，我们的音乐同工很重要。因为一场敬拜，不管一场祷告会，真的需要音乐同工。所以牧师最近我们要为子安祷告，我也在想说要不要请子安开始来操练一下因为他最近在弹 keyboard 弹这个键盘乐器他是有在敬拜里面是有恩膏的。
我觉得一个敬拜者不是他很会弹什么，而是他怎么跟神的关系。所以只要他跟神的关系好，即便他的音乐没有多专业，但是我觉得他也是这种敬拜。所以我觉得教会一定要有祷告会。所以圣经里面其实他告诉我们，我要告诉你哦，这段话第2章，它其实我劝你的前面原文实际上是有一个叫做所以啊，想要跟这原文有一个所以哈，你明白什么意思？伊其实是引用第1章第1章的第18节，第18节讲啥？我儿啊，提摩太啊，我照从前指着你的预言，将这命令交托你，叫你因此可以打美好的仗。其实伊在咧跟咱讲啊，保罗咧提醒提摩太呢，你爱做好的精神爱安怎做？你要服侍，不是做个服侍呢？你爱安怎？不是，重要是啥？所以啊，我头拄讲第2章的原文，伊头前有加一个所以啊，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如果你要打美好的仗哦，你一定要能够为人祷告啦。我今麦来人看我家哦，保罗伊咧第18节伊讲我提摩太啊，我照过去安尼甲你指着你的有言吼，将这命令托出你哦，你要因此可以打美好的仗哦。啊，讲哦，长存什么信心啥，迄种无要紧，重要是第2章一开始，所以啊，原文是有加一个，所以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祷告。所以我就咧想啊，咱今日咱咧服侍上帝，咱敢有咧为着咱的小组员祈祷啊？牧师他都有讲哦，咱的赖群组，今麦我看到哦，秀珍小组有哦，他们时常有在祷告哦，阿门阿门阿门，他们是有在祷告哦。所以我靠看咱的小组哦，虽然我们没有好像来到教会要做祷告，可是我觉得在小组的群组里面，一定要常常祷告。然后让你的同工时常在祷告当中要有所回应，这就是互动，这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亲笔信函呐。我们现在换个方式，我们可能不用写字啊，可是我们的亲笔信函至少可以用 LINE 吧，对不对？像淑慧长老，之前尝试过了，对，没关系，没阿妹没关系，你要继续。你知道我要告诉你。秀珍长老他一开始做的时候就是没有人回应，对不对？好，我都有在看哦。后来你知道经历多久？1年多经历1年多，他的组员才开始阿门阿门阿门可能他们还不熟悉，不习惯。所以我要告诉你，不是不会回应，是我们都不习惯。所以这是亲身经验的哦，牧师，我很早之前。有啦，牧师有啦，我们都有回应啦。就是说持守啊，继续啊，没关系啊。我们的祷告不是为了人，我要告诉你，我们的祷告不是为了人。如果你说，我这样我就不要了。不是啊，我的意思说没有在群组里面，我只是每天灵修都有在做。我知道，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假如我们的祷告是出于真心诚意的，其实你不会太在乎人家有没有阿们，你懂不懂？所以当时候我在看的时候，我记得我们的同工私下跟我讲，牧师，大家也都没有回应呢。我说你继续啊，有没有？我说你继续啊，继续做。我相信有咧祈祷，但是伊声咧无鼓励这咱的，因伊惊哦，伊祈祷人祈祷。我知。祈祷顺，敢若哦，有诶讲祈祷嘛，有诶祈祷顺，敢若通顺不通顺的。其实我的意思不是讲人会伫迄内底直接祈祷，我的意思是讲至少那个互动的回应，像我们刚刚就可以看出我们2个同工的感受是不同的。我说的是说这样的小组，他们在回应当中，他们是有所回应的，跟你没有在po的时候，大家是没有回应，那是必然的。你有在po，一定是爱导红习惯了。我稍微提一下我们的小组并不是说小组长每天都要对那个，因为有些时候我们会特别某件事情要特别去关心他。对。
那小组员就会响应。对，我是觉得这个是对一个组员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对。对他来讲，可能在信仰上，他是说他自己的问题碰到什么，我觉得这个是鼓励非常重要。没错。像满都姐一样，像那个美英姐，我稍微提像刚进来没多久，美珍姐一样。对。所以他就会感受很深这样子。但我的意思说，并不是像所谓讲每天一定要拖那个。不是那样。当然，我们有时候我也会拖，就是说我的那个会在群组上做祷告。另外的就是说特别事项，因为组员会有一些事情状况发生，那我一定要去注意去看，然后针对这个来做祷告。做祷告。那我做祷告完的，可能其他的组员他们也相信，不是阿门而已哦，是也继续为他祷告。对。那这个力量就很大。对。因为当事者他真的是被受到那个重视、关心、注意，那个感受就不一样。没错。那个力量就是很大，神在做工，在这当中。所以其实牧师也鼓励了哈，这个是鼓励了哈，鼓励像冲送小组，像譬如说我们小组也有几位新朋友哦，像新田兄、静宽姐啦哈，这些都是新朋友哦，都是对你来讲是新朋友。那你们就要时常把他们加进来以后，你要说欢迎静宽姐、静宽姐妹，好，欢迎就是我们一开始第一步，有没有亲笔信函？就说感谢你与我的见面，那种感受欢迎。我说的第一点，这指的是这个，这叫欢迎。第二个就是为他祷告，然后任何的问题，只要在这个群组里面谈的都是祷告，有需要的人他知道哇，我在这个小组里面看到哇，有人有需要，那他会为我祷告，然后很多人还会跟着阿们，然后甚至还会有更多的祷告出来，那个是要慢慢带出来的了。其实牧师要举这个只是一个举例，就是说，其实他们也不是一开始就会的，而是慢慢的我观察到说，最近好像不太一样了。他们有一段时间，这个小组其实他们有一段时间也都是引用很多人家的那个什么影片啊，甚至有一些讯息啊。那后来慢慢的就会，你怎么带那个文化出来，自然人跟人之间就会受影响。所以我是觉得说，那是需要看你怎么去带，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尝试看看。所以牧师只是要举个例子，就是说，其实我们的祷告我们是要向上帝求啦，我们要知道第3节说这是好的，在上帝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的。也就是说，其实咱在知影这上帝代替别人去做代祷咱茫想讲无重要。你可能感觉讲，迄个人伊敢若伊做好祈祷，像无事做好祈祷安怎？你感觉无事有需要人为祈祷？爱无？爱啊！因为咱帮助这个牧者，也是讲咱帮助一个会友，伫上帝面头前，甲上帝求情啊！这个动作带求叫做向上帝求情哦。求什么情？求什么情？我要跟你讲这种的关系叫做敬虔的生活。你是在祷告当中跟神求，讨神喜悦的。神他期待我们去做这样的事情，然后你要让，因为有些时候就好像牧师，你看我嘛是有做唔对的所在啊，像我这礼拜这礼拜我会做见证做趣味哦，真正做趣味，我带囡仔出去发生的代志哦，真正你想象不到我现在已经完全改观了，我要重新换个脚步。来对待我的孩子，真的很奇妙。所以我真的发现说，有人在为我祷告，因为让我这样看下来，真的是很平安。所以我觉得我们为人代求，其实会带给我们生命，是要帮助人在神的面前得蒙神的喜悦。所以这个工作很重要，代求的工作是在做这件事情。所以假如说，就好像我们在这个新天兄，他要带领他的家庭，你不要以为新天兄好像他是老师，比我还会讲话，比我还会懂圣经，你就不用为他祷告。我们要为他祷告，为什么？因为他有他的软弱，他有他面对自己家人有他的限制跟困难，不是我们可以理解。而且有些东西，当你为他祷告的时候，甚至你遇到他的时候说：“新天兄，我最近我都一直在为你家人祷告。
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困难。所以我都会时常像上个礼拜，我就看到青天兄还蛮累的那我就会问候他。我告诉你，你问候这个可能不打紧，没有touch到他的内心的那种深处也没关系，但至少那个动机就是让他感受到了，你懂我意思吗？所以我牧师蛮鼓励我们代求的祷告我们要去问，每礼拜咱免咧烦恼讲咱要安怎带小组，做简单的，你讲你安排一段时间15分钟来问大家人的代祷的事项，那些事情就很多了啦，很值得你去讨论的了。而且他讲到他需要代祷的事情，你就会深入了解这个人他这个礼拜遇到的问题是什么。那个关怀就已经进去了，就是那个心就已经touch到他的心了好，第二段圣经节我们一起来看罗马书第15章。罗马书第15章30节。这是保罗一计划要去罗马探访，因为罗马当时发生这个尼禄皇帝这个火烧嘛，罗马城火烧伊就安怎栽赃这些基督徒啦，所以呢，当时候的基督徒他们是遇到迫害遇到迫害的时候，他们就会怎么样？就会选择离开神了，离开信主离开相信耶稣基督所以呢，这个时候保罗他说什么？弟兄们。30节，第15章30节，弟兄们，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我借着又借着圣灵的爱，劝你们与我一同竭力为我祈求上帝，叫我脱离在犹太不顺从的人，也叫我为耶路撒冷所办的捐项可蒙圣徒悦纳。所以咱对这咱看出保罗伊迄个时阵是拄着足大的困难，伊的困难是啥？他是有迫害的。当时候的人呢，也是有很多的问题，愿意而离开神。所以我们要了解主的工人，咱拢是主的工人，对不？对不？中职牧师、服侍同工，拢是主的工人，咱尽力传福音、照顾信徒，这是咱的责任，对吧？我们的责任不是这样吗？来，我再讲一次我们的责任是什么？传福音，照顾信徒。那信徒要做什么事？保罗就是说，弟兄们，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又借着圣灵的爱，劝你们与我一同竭力，怎么样？为我祈求上帝。咱来鼓励咱的信徒安怎？做伙为着咱的工作来祈祷。咱看到咱的信徒，咱来照顾因对不？咱看到因的生活，咱看到因的身心灵有问题，我们是不是马上第一时间就冲去了？可是我们在做工，我们有没有在邀请弟兄姐妹为我们祷告啊？保罗他是这样在做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为什么我们做工都做不来，没有力量？而且我们第一个感受到的是什么？信徒怎么都好像都不同心都不一起来帮忙不一起来做我告诉你，因为我们并没有邀请他们一起祷告，我们祷告缺乏。我告诉各位，祷告很重要。我们要讲的祷告不是在完成一个，因为我没办法，所以我祷告神就给我，不是这种祷告这种祈祷上片面上粗浅上帝爱咱是做伙同心，为着管理者，为着同工，为着领袖来祈祷，然后让领袖安怎做好的传福音的工作。因为不是所有人拢会当做工嘛，敢不是？嘛不是所有人当做传福音的工作嘛，嘛不是所有人有法当去照顾会友嘛，拢是啥？主的工人在做。但是主的工人有需要亏力无？咱的亏力是透过祈祷来。所以这里讲到一个很重要的
我们要帮助信徒，鼓励信徒，尽力的为主的工人代祷，好，这样才会发挥果效，教会的事工才会发挥果效了。好，所以我们要常常为子安祷告啊。青少年的工作不是交给他，你哪里做不好，不是，我们为他祷告。好，不好的地方，没办法的地方，我们就祷告。好，现在牧师只有一件事情，就为每个同工祷告。好，绝对没有要纠正各位的问题，没有，只是要把问题提出来，大家一起来讨论解决。好，解决问题，一起在祷告当中解决问题。好，另外一段圣经节，我们一起来看希伯来书第13章。希伯来书第13章，雅各书的头前，腓利门的后面。希伯来书13章18到19，希伯来书最后一章了也最后一章的13章，18到19。好，请你们翻到了来，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因我们自觉良心无亏，愿意凡事按正道而行。我更求你们为我祷告，使我快些回到你们那里去。好，这里讲到说，请你们，这是读者，这是写批信给这些读者。为我们，这个我们是谁呢？有很多说法啦，有人说是保罗，也有人说是巴拿巴，很多的作者，这个牧师不在这边做论述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因我们自觉良心无愧。什么叫自觉良心无愧？我们要一起来讨论几个问题。我们在服侍神，你有没有自觉？这个自觉是这样，对不对？叫做自我反省而且自我检讨要经过自我反省检讨之后所得到的一种信心你做工的时候，你哪感觉讲，你无啥困难你是因为你做无够，还是你感觉你做足充足的？那是无同的做无够的时候，其实你也转化这，我最近刚在讨论一个这叫做被害者循环，就是人会很容易就会开始为自己找理由跟借口。但实质上，在你的责任上，你是处在水平面以下的，你一直没有负责任的，可是你会一直找借口、找理由。所以自觉艺术一下，自觉良心无愧自觉，刚才这个词自觉是自我反省过后，才是感觉到良心无愧的所以你若无做一个反省检讨了后，较有的这种信心你刚才是在嘴说讲，我自觉我们问心无愧，那不算，因为有很多行为上看得出来，你并没有达标对不对？这个不是单纯的你说自觉就够的。所以这是牧师特别要提出来那什么是良心无愧？良心无愧，就是说我们在教导的功课上面，这个就是说这个作者他在讲他在讲教导的道理，跟他所表现的行为顶面问心无愧。他所行动的，跟他所表现出来的行动的，他所教的啦，他所教的跟他的行动是实在的，实在的，意思是讲不是虚假的，对啦。安尼他可以叫做问心良心无愧所以这个词特别牧师提出来讲因为啥呢？这个作者伊安尼讲呢？伊讲第19节讲，我更求你们为我祷告你看，伊不是刚才讲，请你们为我们祷告要特别为我祷告。所以牧师也蛮鼓励各位。其实我过去牧师足少咧甲大家同工讲请你为我祈祷。真正做牧师了真正愈来愈会感觉讲，因为我不敢跟人家讲说，请你为我祷告，真的，好像你有一种光环一样，然后你不好意思。苏牧师这礼拜就有教你要问对，就是忙扛占土地嘛，对不？所以咱免惊，咱无通无。要为你祈祷啥？我来甲讲，我讲你为我祈祷，会当讲话为主传道，
好，更较有信心。言行合一，好，对，正确带领。嘿，哦，因为这压力是非常重大的代志，对牧者来讲，啊，其实对咱的同工来讲嘛是同款啦。其实我感觉讲，咱要做上帝工吼，不管是牧者、同工、中职，每一个人拢同款，吼，拢是需要言行合一啦。啊，你若言行不合一的时阵，你会感觉讲你做咧做无力感啦，吼。所以求上帝帮助咱吼，因为呢，这是对咱来讲是一个最重要的工作吼。好，另外一段圣经节，咱来看腓立比书第1章，腓立比书第1章第19节。往前哈，往前翻，腓立比书第1章19节。好，因为我知道这是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好，这事是什么事？就是先前他们这个保罗所遇到的遭遇哈，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的灵的帮助，终必叫我最后会当转变，让我会当得救啦。所以注意大道最重要无？保罗伊家己嘛，不是讲十项全能呢，领受圣灵呼召做文书摘掉呢无呢？跟咱的牧师嘛同款啦。咱若爱常常为牧者祈祷，兄弟姊妹若常常为着咱的牧者祈祷，为着做主的工人侍奉来祈祷，自然就会让做工的人怎么样？带有果效。好，所以我们要时常我们会看到很多教会的传道人为什么都没有什么信心斗志，他们后来最后都选择离开教会。其实不是他的任务完成了，大部分往往是因为教会弟兄姐妹缺乏为牧者祷告，为传道人祷告。因为传道人大概伊若感觉讲我做工看起来跟他差不多啊，或大家人嘛无心嘛要迄落落来换所在啊，有做者传道到这拢是安尼啦，我嘛有安尼想过啦，我也曾经有这样想过啦。可是后来我发现说，我的任务好像还没有真正去达成上帝所要我托付的工作，就是去做教导大家。像现在我们在学到的功课，不就是祷告吗？我们来看我们教会，真的我们好像也没有在办祷告会呢，对不对？真的呢，我们要为这件事情好好的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啊，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我们不管任何一个团体特别小组，还有在我们的敬拜团，或者是在我们任何的团队侍奉工作，我们要更多祷告。好，那另外一个呢，我们从这边也可以看出说，信徒其实遭遇到患难有些时候并不是上帝的本意啦，往往是我们要透过更多的祷告，透过更多祷告，然后求神帮助，让他们能够脱离患难。所以你觉得现在我们一起来谈一谈现在以色列遇到这个战争怎么祷告？怎么祷告？大家可以来好好想看看，怎么祷告，怎么为他们祷告。伊是上帝选民，咱清楚了后是这样我讲。你现在这种两方面拢有冲动，安尼吗？是啊，拢是一个灾难。但是你若讲伊是不是上帝选民？但是巴勒斯坦人伊嘛是上帝创造的生命，而且只不过因有的是信回教真主啊，不是信上帝啊。你先做，伊是写起来后代，你是上帝创英文的，迄是人迄是迄个撒拉家己袂生，叫查某囡仔，叫查囝叫伊生好代，这不是上帝英文的，上帝英文跟英文撒来是伊的选民的。但是咱若安尼讲，以赛嘛有照过迄个夏甲的儿子的呢。但伊是把伊的后代这个如果这样讲，
很多人听不下去哦。很多人听不下去。哦啊，人听不落咱的信用啊。是人的艺术，是人的艺术。那是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了解这个历史背景，你懂吗？今天我如果不是基督徒，我听不下去这样讲。因为这个见证是安尼见证嘛，是伊巴勒斯坦人是先发动见证的，先发动见证。是啦。但是吼，我跟恁讲哦，最近我昨我有咧看到这个以色列哈，以色列哈，他们有做一个动作，他们叫做我想袂记哩，因一直咧扩展，而且因是没有通过不是那么的合法的方式，在剥夺巴勒斯坦人因的地域哦，因的疆界哦。以色列真袂敢要上帝啥，要以色列人赶出，伊都受犯罪，犯偶像，受犯罪你就敢差不多，说好上帝已经讲看出。我甲恁讲吼，因为一个围墙，因为一个围墙吼，将近敢若几公里呢？700，很远哦，700几公里哦。听讲是，迄是墙，迄是啥物人起的？以色列。因起来为什么？因为因就是不爱互这个巴勒斯坦人来甲因做侵占，所以因不断甲因扩张因的国土疆界。但是扩张的方法，其实有机会，我觉得历史老师哈，你应该有小可了解对吧？好，但是我最近我咧看伊这个了解讲哦，莫怪以色列想那这巴勒斯坦这个哈马斯哦，想那还有一个部分是因为这个加萨走廊，看这个巴勒斯坦，伊多中个以色列多炸登去。对啊。所以这个过程吼，想那伊即摆讲以色列伊是面对北甲南的窘境，所以这是足复杂的问题啦。我感觉这有机会，咱会当请历史老师哦。真正我感觉这是一个足好，因为我感觉历史老师因他们在认识的角度是不一样，而且是非常客观的。好，不是我做一个牧师有办法一个片面的单纯让大家了解。我觉得大家可以稍微理解之后，大家再来好好的来为这两个族群来为他们祷告。我觉得这些都是上帝给我们学习的功课啦。好，好不好？那我们也为我们这个杨明姐前阵子好像也有跌倒了哈，上个礼拜，好啊，不晓有没有脑震荡？是。最近有一些状况，我想讲你去做照那个，他有几年，因为我过时间跟回诊这个，因为伊是看中医啊，最近就因为又放假嘛，中医也放了4天假，所以医生叫他逐工爱补，所以叫他爱家己补，可能补了可能会起上过敏。我建议你去照一下，因为像他这么讲是应该是有点脑震荡，是要轻微的。我们求神帮助我们的信徒，除了找适当的医疗资源，更重要的是要懂得寻求自然。上帝创造人有一个自然的智慧。什么叫自然生命？这个叫自然，好像自然的生命率啦。就是讲咱人爱有法懂，知影讲家己的问题是出对倒位，不是干那食药啊就会好。这种的观念，帮助咱的信徒会当健康，会当继续来做伙做工。因为即摆咱的教会准备咱嘛咧做这个弱势族群其实未来我们要预备好大家都要有强壮的体魄，不管是身体的健康，还有在祷告上面的功课也要学习。那我觉得今天我们学到一个很重要的学习，就是代祷。我们要更多为我们的不管任何一个团队，我们都要透过代祷来建造神的团队的侍奉工作。好，那我们也为我们年轻人牧师最近也在思考说，我们教会的年轻人除了他们会服侍，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他们要在他们的学识领域上面要有更多的突破。因为我觉得在知识领域上好像没有那么大的企图心，没有那么大的渴望。因为我觉得知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啦。除了你不会，但是要怎么样去努力，想要去了解、认识，然后去更多的吸收。因为我觉得不是单纯的能力
学习，而且更重要的是让他们能够静下心来，好好去读书，读每一个字，然后好好去把它消化。因为我觉得我们的孩子都比较浮躁，好，相对的都比较动态性质啊。那我觉得，也求神给子安智慧哈，帮助他们能够好好带领学生，安静下来祷告。好，我觉得祷告是一个蛮不错的功课。那也求神赐给我们的同工，赐给我们的团队，都是在祷告当中建立的。好，那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对，好，他最近。因为他盗汗太严重。是，敢检查出来。是。没有，那一天我刚好去朋友家在谈，然后朋友在关心他，然后我就跟他讲最近的，他说，建议我去找一个心脏科医师。伊讲吼，恁无法度去想象说盗汗跟心脏有关系嘛？就是之前有一个朋友是因为这样治疗。今仔我就甲挂去成大，找迄个心脏科医师。我出来时还袂回来。所以结果你也唔知。我叫他去做检查。是。好。就是你伫流汗，规身躯伫流汗，你坐遐定定也是咧流汗，你定拢小吹者，伊就是拍骹手啊。对了。对。好，还有没有？维修这些还有。那个。我是觉得为新恩兄跟那个静怡姐啦，因为我觉得他们都现在有一种使命，就是在带领家人，那个认识这个福音。要来信主，要互因心软的时阵，也是要一段时间。就是说，我会觉得他们一直在努力这一块。我觉得为他们那个。静怡姐现在是也有周末有些时候要照顾自己的爸爸了，爸爸。对，因为国家已经都公公婆婆都尽到义务了嘛，哈。现在是爸爸，特别爸爸，两家的爸爸去顾，静怡爸爸对，静怡爸爸伊就伫安尼医院咧住院，了伊会等于去顾嘛，所以伊爱安尼走，好，然后他先生也是蛮认同，就是伊的信用。对，所以我就觉得这是很感谢主的。我觉得静怡这段期间也都一直在努力做基督徒。对。然后就是感动的，就是家人嘛。对。我就觉得说这是祝福的啦，为他们祷告，为新天兄对，我感觉像你讲的，虽然这老师这个讲，有但是啊，全部输安尼，对着家人嘛是有伊个啥。对。有很多难言之隐啊。对，真的。重新的那个上帝主的力量。他也为恩德弟兄哈，现在有一些手也会抖动，类似好像帕金森氏症的症状哈，这个我们要求神医治保守他了哈。好，那还有没有？那个陈默大哥，您紧张吗？拢身体都还恢复 OK 了哈。那个时候就称了，54公斤啊，是很少。是。好。前阵子。感谢主祷告，求神帮助我们。好，我们一起同声来祷告。主耶稣，谢谢你引导我们的生命，一起来到神的面前，学习认识主你的话语。主啊，我们恳求神帮助我们，不仅学习在新家人的关系上建立好的关系，透过好的方法，让我们有智慧，在从你圣灵的感动扶持里面，带领我们学习做生命的突破，也教导我们更多在祷告当中来经验神你的恩典，经验神你能力的作为，也经验神你要我们透过代祷，透过更多的祷告，来为我们身边的朋友来经历认识主，来代求。愿主你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有更多祷告的心，愿意谦卑的心，更多安静的灵，来到神你面前，带领我们弟兄姐妹一起透过祷告来认识主。谢谢主，我们今天一同领受这份祝福，也愿主你保守带领每一位弟兄姐妹在他们生命当中所遇到的难处，我们都愿意在祷告当中求告神，愿你一一的来为他们预备开道路。我们向你献上祈求，
求，都是为了要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荣耀神，再次透过生命的转变跟恢复，也能够得着神的丰盛的应许与祝福。谢谢主，我们再次恳求神祝福大桥教会成为祷告的殿，让大桥教会弟兄姐妹每位同工，我们一起在祷告当中经历祷告所带来丰盛的祝福，圣灵的运行，也让我们感受到神你的转变，神你的祝福。谢谢主，愿主你带领我们每一位大桥教会的同工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在这边不仅一起学习，也能够一起在生命的建造上面，能够带出更多的果实来荣耀神。愿主你引领我们大桥教会透过祷告经历神，用祷告来传递福音的工作。愿主你带领我们回去的脚步，也赐福我们每一位不管在线上或现场的弟兄姐妹的学习，让我们继续在新家人关怀的工作上面能够做更好的传福音的工作，带领每一个在我们当中的新朋友，让他们能够学习落户得着神丰盛的应许，也在你的教会里面得着生命的救恩。我们向你献上祈求，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好，我们今天聚会到这边哈，那也欢迎每一个在线上观看的弟兄姐妹，每周三晚上8点到9点，愿主赐福大家平安。